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7，诗篇100篇50安尼讲：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三甲来祈祷，慈爱到永远，信实到万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权、至圣、至荣耀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所行、你的所做，是全然的美好甲奇妙，阮袂话通测度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，因阮受造奇妙通行，你的所做奇妙，这是阮的心深知的。主啊，我要将甘心的祭祀献予你，耶和华，我要感谢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用仁慈款待阮，佮用信实坚固阮，因为你是永无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上主你是好，你的慈爱到永远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